喺過去，香港曾經俾人認為係一個服務標榜嘅地方城市，但係喺近10年咧，由於生意好做，我哋嘅零售業快靚正咁去處理緊我哋啲客流量。其實我哋嘅服務究竟仲係咪比以往咁樣一樣咁好呢？咁我哋又點樣可以提升翻呢？今集會講到。好啦，翻我哋呢個銷售系列啦，用服務嚟提升銷售系列嘅。咁我哋今日講嘅重點呢，就係話我哋有冇服務價值觀嘅重新翻出嚟啦。喺呢個年代，咁咧就第一點要做嘅呢，就係喺一個核心價值裏面，你問自己，領導者又好，前線領導者又好，同事都好啦。其實你覺得今時今日你喺前線做服務裏面，成個形象、成個過程有冇服務呢一個重點位？你係會量度同埋會睇住嘅呢？咁如果你冇嘅，咁佢出嚟嘅總結梗係冇服務呢個要項喺度啦。所以第一點要做嘅，重新審視翻你嘅核心價值觀，有冇服務呢個環節。既然你審視咗之後呢，你就要喺個 year plan 或者你喺季度裏面呢，睇翻成個服務嘅流程或者訓練項目裏面有冇再重新翻服務嘅元素喺裏面。可能以往訓練可能冇㗎，因為生意好做，大家都忙於搞生意。咁於是喺個訓練裏面咧，我哋冇重新到服務呢點嘅。可能過往你甚至訓練都可以減少啊，因為同事忙於做生意啊嘛。咁而家嚟講咧，可能你要做翻晒呢一啲動作嘅。咁大家又根據審視之後咧，你就要落實睇翻你自己日常檢測又好，訓練又好，你有冇一啲同事聚頭埋會講服務嘅一啲場合或者一啲嘅訓練活動喺裏面，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好，第三點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行動計劃嘅實例。咁我入到一啲公司一齊去合作做 project 嘅時候咧，就係首先咧我哋會召集所有嘅同事嘅，做一啲出發會。點解要出發會咧？就唔係錢多或者揾啲嘢嚟搞嘅，因為我哋前幾集都講過啦，我哋前線同事嘅 mindset 咧，可能因為過去追求快靚正，做多啲生意，炒咗檔先。咁於是喺個過程裏面咧，個服務嘅元素可能會降低咗。咁我哋召集翻啲同事咧，分析下而家個經濟狀況，我哋需要將服務擺翻入我哋核心價值裏面。咁第二步就做啲咩咧？就分開小組，因為我哋都要了解下同事嘅士氣嘅。因為生意滑落咗嘅時候咧，同事嘅士氣會低。咁我哋既然做咗出發會之後咧，我哋有個主題啦，可以重新鼓勵翻同事以服務上路，增加多啲銷售機會，俾佢哋可能有啲場合發表下佢哋嘅睇法，發表下少少負面嘅怨氣，然之後我哋調導翻佢，係有一定嘅需要嘅。做訓練咧應該擺喺第三，唔急於嘅，因為有啲訓練可能過往有做，但係而家可能係重新下嘅啫。咁所以喺第一、第二點，你應該攞到一啲所謂訓練計劃裏面要做嘅嘢嘅，跟住我哋行動計劃裏面我講過嘅嘢，然之後實行啦，咁應該係可以攞翻服務呢個價值觀嘅。有興趣嘅朋友上我 Facebook， 咁又有更多精彩嘅 video。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下次見啦。